花莲的警方要拿查一只可疑的轿车，结果一个驾驶煞加速冲出去，沿路弄到真侪台车，拢总有4个人受伤，其中一个重伤。一个驾驶落尾佮驾车放咧走无去，警方伫个车顶有撬出毒品，目前嘛赶紧咧追查这个人。 警车行车记录器清楚看到一台白色小轿车无接受拿查，加速逃走。伫巷内底驶正紧，先是弄一台载菜色的搬运车，搁伫12路口弄红灯，搁将一台拿小小货车弄变过。警察跟在他的后面的，有要拦他，他说听说他不下车，就一直吵，一直跑了。他跑了之后就跑到那边撞到那个T屋啊，然后又到十字路口又撞到这一台。啊，那个人跑了那个人就掉，车子就变撞到这一台之后，他的车子变掉头了，掉头门打开就跑掉了。 这是发生在初一下晡，警方分局员警伫吉昌三街甲吉安路附近，发现一台白色小轿车正可疑，向前拿查驾驶加速逃走了后，弄3台车嫌翻路车逃走，最后消失伫巷仔内。肇事驾驶未留在现场处理，反而赤脚逃离现场。经警方后续查出，肇事逃逸驾驶身份为30岁黄姓男子。 并在车内发现疑似毒品及含有酒精成分的提神饮料。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，积极细捕黄嫌到案。杨报告受伤民众4个人，其中搬运车驾驶是46岁越南籍姓黄的查某人，伊头部重创昏迷，被送去主治病院急救。原来小小货车有3个查甫人，头甲手拢受刺伤，警方全力来抓这嫌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